第二場單打已經開始，暫時5-5喎，有啲又唔係一面倒嘅，都互有勝負。把握力似乎協恩好少少吧，呢球好彩啊，叻過到，我喺反超前7-6。一人1分，8-7。9-7，拉起啊！通常都係美局就中局相持，美局就俾人連攞幾分搞掂。心態上把握要調節。而家10-8，睇有冇辦法追上嚟啦！哎呀，好拉網打到，有啲機會追刁時。哎呀，接發球唔好啊！第一局輸11-9。似乎對方仍11-9第一局，即刻開始，對方都敢於起板，所以佢對方開局敢於起板㗎嘛，但係成功率不高。所以就輸翻啲分都冇所謂嘅，對方就諗住尾局先至發力。哇！今次得咗啦，即係拉3板總有1板得嘅。3-2，連輸3分喎。對方都係啦，拉2板得1板咁樣啦，初球都冇乜所謂咁嘅嘢，一領先1局，一球得1球失，一人1分都掂啊嘛，拉開添，呢個接發球又係。中局今次早咗拉開啦，對方都係好啦，對方控制戰局，都係用呢個敢於起板，2球得1球都冇所謂，大家7-5。咁下一球又掂翻咪8-5咯。連續又失翻2球7-6。咁又可能佢會謹慎啲喎，睇下會唔會先。係啦，謹慎啲啦，唔敢拉住啦，反而手緊喎。7-7又追得翻，連失3分喎，對方反而有。佢都唔敢拉嘅，佢放啲波。呢個好關鍵啊，8-8啦，睇下有冇辦法追翻1局。又係接發球，已經輸咗2-3球啦，9-8。次次都係尾局就會連輸幾分就輸咗㗎啦。睇今次，救得翻，呢球都打得好啊，10-9。好關鍵啦，10-9。
對方唔敢打，又係自己打實。好啦，又輸2-0。